361首。我们现在练圣诗第361首，361首，咱先请苏琴对头到尾弹一解。求圣神感动阮谦卑，奉主名进入教会。对若有2、3人组织，阮确信你同聚会。阿利路亚，阿利路亚，蒙你三句真宝贝。这较毋是咱平常时伫修圣餐唱的圣诗吼，却是咱正经应该有唱过，所以咱等下来唱第1节甲第2节。等一下我们一起来唱第1节跟第2节。3来，求圣神感动阮谦卑，奉主名进入教会。伊若有2、3人组织，阮确信你同聚会。阿利路亚，阿利路亚，蒙你三句真宝贝。第2节，你才是无主的使徒，奉基督信仰最多，感谢主万有的上帝，当被标旁被庆贺。阿利路亚，阿利路亚，宝贝有情那坚固。好，等下在唱的时阵，迄个节奏吼，请听苏琴的节奏。好，第2首要来唱的是圣诗第411首，411首，411首。阮的天父上帝，从头，谢谢，先弹节奏哈。阮的天父上帝，照顾阮过暗暝，搁使阮日光照伫心的早起。阮搭要用诚心感谢伫主你面前，恭敬来服侍你。这个 melody 咱足熟，却是歌词甲咱之前古圣诗唱的较无共吼，因为这歌词佮延伸翻译过，所以会感觉较陌生。咱来练习第1节、第2节、第1节、第2节，3来。我的天父上帝，照顾阮的暗暝，告诉我时光，照伫心的早起，我当被信心，感谢你主你面前，勇敢来服侍你。第2节。主是万有天父，我已无条件你，求你保护我，心心中的荣耀，将你我看稳备，你是红线来诉说。你的我理解。这首诗有伫歌词吼，譬如讲，咱头段唱过第2节、第2节的第2段，你若是摕圣诗在看，将你无限稳定。较早是较早，大部分咱唱的圣诗的即个有字吼，较实上是有，毋过伫即首圣诗内底。第2节的无限是拍无吼，唱无，或者是第3节，救阮无限拢是无吼，所以咱等下咧唱的时阵，请咱小可注意一下。好，
咱来唱今仔日个第一首的献诗，献诗172首，圣诗第172首，恳求圣神对天降临。这首献诗是中世纪算真早的献诗吼，伊开始在唱的时阵是第10世纪的时阵，伫天主教开始在唱啊。伫进前古版的献诗是肯定较活伫上元，可能第490几、500几首的迄个所在，即马甲伊刷到头前的第172首吼。咱在唱的时阵，你若是惯是摕献诗在看的，请你爱注意，这首献诗是第1节、第2节、第3节唱了才去唱后壁。伫只手边遐顶悬写的尾句的迄段吼，你若是惯是看 PowerPoint 的无差吼，确实犹原是迄句话真鼓励大家摕献诗出来看吼。好，这首献诗在唱的时阵有一寡小的所在爱小可注意一下，等下在唱的时阵咱小注意一下吼。前奏，谢谢。诗班，请帮我们一起哈，第1节3来，恳求星星对天降临，连天的花就更欢喜，你对天的名高天明，文殊你所万舍灵文殊，今安那妙悲歌，观世马不归命，你所更名不关千灵。第3节。星星曙光光辉，为主最高龙变头盔，给咱多岁当心口边，一切派大救你随情。第4节。先唱到这。咱头拄在唱第4节的时阵，我家己就已经唱无写对啊吼。咱小可注意一下，伊有的时阵是，不要讲，迄字对迄个 melody， 咱较习惯是有的是一个音对一个音吼，所以在唱的时阵可能爱小可注意一下吼。譬如讲第4节，甲我加个地线，这毋是地线吼，是在吧吼。甲我含在我心悲伤地，心惊心心本心结泪，我爱愿替罪死来记，眼弯出对一件那的心。亲像安尼好，咱第4节佮唱一届了，直接只尾句就结束吼。3来，甲我含在百姓悲伤地，心惊心心本心
唯一上帝。阿门。阿门是阿门。两拍啊个上尾一句尾句上落尾是改做三一上帝吼，毋是圣诗的三位一体。电视角的时间到这。请咱大家闭目心来敬拜上帝。上帝讲，因为伊真疼我，我要解救伊。因为伊捌我的名，我要甲伊安置伫安全的所在。伊求叫我，我要应伊。伊伫危急的时，我要甲伊同在。我要解救伊。互伊有尊荣，做伙来念圣诗第172首，恳求圣神对天降临，请徛起来吟。
徛咧，做伙仰头来祈祷。向阮的阿爸爸上帝，伫这个圣神感人的主日，阮安静来到你的面前。阮相信你毋是离阮远远、无看人艰苦的上帝，你是道成肉身的临在，甲阮的惊兄孤单同在。当台湾外头有威胁、内底伫乱、人心惶惊吓的时阵，你要有阮像古早共款，圣神亲自降临伫阮中间，亲自用话袂当表达的土气替阮祈祷，搁甲阮永远同在，互阮对圣神的能力充满仰望。亲爱的天父，阮向你来坦白，阮互你的圣神忧伤，阮常常敢若顾家己的需要，却忽略阮身边还在受苦的人。伫混乱的世界中，阮的惊吓引起对立，阮选用暴力、外恶、甲对抗来解决问题。阮的对立互人心硬，互阮对别人的痛苦失去感受的困难。伫这个处境中，阮真容易陷落伫羞愤、冷淡的深坑，失去真正的安全感。阮将目标对上帝遐偏移，转去对经济的看重，却互底层的人民产生搁较侪的不安。阮无搁再掠神的公义，阻碍做尊钱，历史甲好业甲善向扩大，少年人失去仰望。当圣神随逼阮着为公义来出声，为着受压迫的人来呼求的时，阮因为惊吓也是自我的保护，闪身离开，深深插着你甲阮同受苦的心。求你照你不变的疼，甲丰盛的阻碍，赦免阮的罪。听阮的天父，你的管教是出自疼受捆打了后的疼心。你面对阮人的硬心甲失去敬畏，毋是无情，反倒是做伙心淡破烂。求你用圣神的火洁净阮的心，求圣神将你的真理刻伫阮的心板，将石心换做肉心，互阮伫这个动荡的世代中，无搁再麻痹自私，互阮真心悔改，领受你亲自临在的医治甲安慰。这时，阮要用主教示阮的祈祷文来讲：愿伫天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伫行，你对你亲像日天里，阮的人生命你互阮，也袂阮的辜负，亲像阮老也袂辜负阮的人，无搁再往前进，又叫阮发出迄个海的，与你国愿你永远国福寿，代代保持。阿门。请坐。今咱献归圣诗后面启应文第53篇，启应文第53篇这篇启应文是出自弥迦书第6章。咱做伙来启应，我着带什么来就问上主，来敬拜至尊的上帝。上主减为欢喜千千只公的羊，也是万万条溪的油。人啊，伊有指示你什么是好？就实行公义，心存慈爱，行
谦卑甲你的上帝做伙行，做伙来吟圣诗第411首。阮的天父上帝，请徛徛吟。请坐，做伙来祈祷。主爱的天父，阮相信你是古早时日和阮爱阮的迄位上帝，也是迄位为着拯救阮，伫阮的罪恶甲刑罚中，亲自替阮受苦，伫十字架顶为阮放下性命的主。感谢你赐给圣神降临伫阮的中间，赐阮属天的平安甲安慰。你的神要互阮得到安息，求你互阮对黄牧师的正道较明白了解，领受圣神的能力，改变阮的生命，互阮对行侠软正转做坚强，领受恩典陪伴身边受苦的人。求圣神点伫阮内面，形成阮甲人的关系，结出圣神的轨迹，反映着上帝你的形象。照你的话，照你的形象，继续伫逐日的生活中，甲阮更新，互阮通真正认捌你，成做活活的见证。求圣神做阮的保惠师，引带阮进入真实的平安，互阮倚靠上帝，不过再倚靠世间遐虚假的力量，伫每时刻经历上帝你的临在甲引带，也互阮倚靠圣神的贵力，有勇气为福音来做见证。伫厝内面，阮心存温柔、仁敏甲慈悲三款待，领受着上帝你的医治甲回复。伫厝外，为着这片土地来实行公义，关怀社会公平甲受苦者。这毋是要互阮高高在上的一个救济，也是创意，是彼此需要上帝的互相陪伴。求你引带阮，甲你做伙行，谦卑对你的脚步，为着阮的世代做光做盐，同心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祷，阿免。
那甲来共读圣经，今日的圣经经节是记载伫以赛亚书第63章第7节甲14节，请咱注意看，听我来读。我要讲起上主不变的听，伊称赞伊，要称赞伊，为着咱所做一切的作为，上主有照伊的恩惠甲丰盛的慈爱，大大祝福以色列家。上主讲，因确实是我的子民，是袂惊诡诈的惊离，安尼。伊就做因的救主，伫因一切的苦难中，伊嘛在受苦。伊找伊面前的使者，解救因。伊用伊的疼，伊的怜悯救赎因。伫古早的时日，伊拢甲因抱，甲因爱，因竟然背叛。互伊圣神，互伊圣的神忧伤，所以上主变做因的敌人，甲因作对。彼时，因才想起古早伊的仆人摩西的日子，因问他，迄位将伊的子民甲伊的领袖对海中救出来，上主伫倒位？迄位将圣的神赐我因的上主伫倒位？迄位行伫摩西的正边，用大气力的手棍，把海水分做两边，为家己建立永远的名的上主伫倒位？迄位带因的子民过深海，互因亲像马伫旷野伫走，袂跋倒的上主伫倒位？上主的神，互伊的子民得到安息。亲像羊群落去山谷，你就是安尼引带你的子民，为家己建立荣耀的名。愿上帝话，互咱知影，伊是甲咱做伙受苦的上帝。下面要请圣歌队阿萨2万4班，用诗歌带领咱敬拜。因要唱的诗歌是《圣神》。请紧来。天
请黄春生牧师讲道，希望是人受苦难的上帝。弟兄姊大家平安，愿圣神充满伫咱中间。今仔日是圣神降临节，圣乐队带领咱参加来敬拜。这首诗内面咧讲起，带阮脱出黑暗暝，对黑暗到天光的事。其实咱徛起伫世间，咱会拄着真侪黑担当的代志、苦难的代志。亲像今仔日的经文咧，甲咱讲起，咱的上帝是甲咱同受苦难的上帝。伫黑暗的中间，伊也伫咱内面，来成做咱的帮衬，引带咱行出黑暗，进入光明。伫圣神降临节的迄一日，圣神临在伫门徒的身躯顶，互原本一阵惊吓的人得到勇气。互一阵惊互罗马帝国伫遐逮捕的人重新来连结做阵，也互这个失望的人会通重新来活出这个愿望。所以圣神对教会来讲是一个真要紧的。若无有圣神的工作，初代教会的信徒早就因为耶稣受定死来死线。也是因为圣神啊，亲像桶箍共款，将咱拢箍掉的。咱来看这个以赛亚书63章的时阵，咱若转去看顶礼拜，用牧师咧甲咱带咱咧读的时阵，迄当时咱就看到一个牧者。经文内面讲到，迄个牧者伊毋是抱着羊群羊仔，伊乃是亲像伫战场转来，伊的规身躯拢绑甲红色红记记，亲像打葡萄酒葡萄迄款，身躯规个拢是火晒晒。以赛亚书63章第1节到第6节，迄个画面，亲像伫战场伫遐征战。转来的迄一位，迄个经文看起来，咱讲真血腥呐，是一个审判。但是迄段经文，伊是咧回答一个真要紧的问题：当这个世界充满邪恶的时，上主敢会介入？上帝敢会介入？其实顶礼拜咱咧读的时阵，就互咱一个答案啊：上帝会介入。咱的上帝毋是一个冷淡的上帝，伊毋是伫边仔看的上帝，伊是会通进入咱的历史的中间拯救的上帝。咱会当想看卖，如果上帝对压迫点点，对大屠杀点点，对独裁剥削点点，安尼这位上帝敢是公义的上帝？咱咧讲公义的上帝。最后，敢若成做一种宗教的口号而已。但是，咱看到第1节甲第6节，咱的上帝毋是奉唱迄个邪恶的神，伊毋是安怎咱讲纵容迄个邪恶的神，伊是会进入世间实行伊的拯救甲审判，为着受苦的人来伸冤。像咱今仔日咧读到弥迦书内面所甲咱讲的，上帝嘛邀请咱爱行好，啥物是好？是咱爱行公义，咱爱有慈爱，咱搁爱谦卑甲上帝相甲行，这是善。圣经内底对善良善好定义上清楚的一节。上帝会介入，但是。现实的世界内面，若亲像安怎？咱嘛是共款拄着战争的发生、极权的畅行，人的心犹原惊吓，不义犹原存在，受苦的人犹原伫遐依靠。上帝的审判敢有伫人的中间？这是迄当时以色列人因伫遐的质问的所在。咱今仔日所读到第7节，其实到第64章的12节，迄是一段真
较长一体的哀歌，因咧哭唱的哀歌。咱今仔日是唱看这个哀歌的第一部分。这个第一部分第7节到14节，其实咧看到一群人因的恳求，因的祈祷，当以色列人亡国受掠，圣殿受毁坏，因流亡过来转来，无马上得到讨放，犹原活伫迄个真大压力的下底。但是伫遮，咱会通看到神帝要甲因讲，上帝应允犹原存在，犹原存在。伫这个黑暗的时期，神帝做一项真要紧的代志，伊开始安怎纪念。神帝毋是用刀闪现实，加做安怎遐代志拢无发生，伊毋是安尼。伊嘛毋是用信仰的语言伫遐麻痹众人，毋是。伊开始带大家做阵来会议，做阵来纪念。旧约神学家沃特布格曼伊安尼讲，以色列信仰其实是透过记忆来对抗绝望的信仰，通过记忆来对抗绝望的信仰。这句话非常的深，也是要互咱知影，咱人若一旦失去这个记忆，真容易失去愿望。所以伫现实的中间，互人失望的时阵，咱属于上帝的子民，咱就爱靠着纪念上主的作为，继续来活落去，超出愿望。今仔日咱看到国际局势动荡，民主自由受到威胁，战争极权畅行，甚至教会影响力无亲像顶一世纪的影响。年轻的人、年轻的世代离开信仰，人际关系愈来愈破碎，等等这些代志，咱会通找出什么款的出路？要探求这个问题，找出可能的出路。其实咱教会甲总会神学院，咱每个月拢有伫台北还是台南两地举行这个公共论坛，要找出后现代的处境中间，教会要超出什么款的出路，要做阵来研讨。我想这拢是咱时代内面真要紧的。伫以赛亚书63章内面，这款的处境内面，伊向咱发出一个邀请。真正的信仰，毋是安怎，毋是好认咱的痛苦，毋是无看到咱的困境。真正的信仰，是咱伫困境的中间，犹原安怎会转去，会记得上帝捌安怎引带咱。今仔日圣神降临节的中间。这段经文搁较提醒咱，迄位捌伫旷野引带以色列，互圣神临到伫人民的中间的上帝，伊今仔日犹原伊的圣神，要甲咱在座每一位同行。你伫苦难的中间，伊要甲你同在，伊嘛要甲咱的社会、教会同行。特别伫世界动荡，人失去愿望的时阵。伫黑暗的时代，咱的上帝犹原伫咱中间来引带咱。咱来看迄个第7节一开始，先知安尼讲：先知讲，我要讲起上主不变的听。讲起这个语言，毋是凊彩讲的，因伊是一个刻意伫遐来纪念。要讲起什么款的主题呢？伊要来讲起，就是伫过去黑暗的时代，上帝犹原用伊不变的听来引带咱。经文内面有一个真要紧的语言，迄说，这个咱通常甲翻译做阻碍，嘛有人甲翻译做稳定，嘛有人甲翻译做灵敏。但是伊讲较深的意思是啥物？上帝甲人立约。
上帝甲人立约，迄叫做迄世的主爱。上帝的主爱甲咱同在，伫咱跋倒的时，伊甲咱同在；伫咱无仰望的时阵，伊甲咱同在。因为上帝是一个立约的上帝。这个迄世毋是因为人逐日，人讲值得被爱，毋是，是因为出伫上帝的约，出伫上帝的听。今仔日的世界，有真侪时阵，咱咧看一个人的价值，拢咧看伊的绩效安怎，伊的 KPI 值安怎。你有成就，你才有价值；你有成功，你才会互人看见。你的能力，甲互人安怎伫遐尊重。所以咱人拢活伫这个 KPI 的人生内面，所以真侪人伫遐看入家己做了无够好。先知以赛亚伫遮讲，上主的听，伊的迄世，毋是建立伫你的表现，是建立上帝对伊的立约的信息，这叫做稳定。毋是咱完美，上帝甲听咱。毋是你破碎的时阵，上帝就不爱你，毋是。上帝是甲人同受苦的上帝。这也是为什么先知伫这个国家彷的时阵，人民受掠的时阵，信仰迄个低潮的时阵，悠远的甲因讲起，咱的上帝是迄世的上帝，是一个主爱立约的上帝。因为有当时，人真感觉袂到迄个上帝，有当时咱的祈祷无马上得到回应，社会幽暗黑暗，甚至公义太一直无来，所以人会去问讲：上帝你伫倒落？上帝你伫倒落？今仔日经文内面，先知嘛伫遐一替百姓问：你伫倒落？你伫倒落？一个诚实的信仰。毋是建立伫迄个感觉、感受的中间，真正的信仰是咧，互咱知影，伫黑暗的中间，悠远会记得上帝伊的信息，这就是纪念的困难。我托不哥们，这个神学家特别指出，纪念上主、纪念上帝，迄就是一种信仰的抵抗。这个抵抗要抵抗什么？抵抗绝望，抵抗虚假，抵抗灵性的麻痹。今仔日上大的危机，毋是人的犯罪，是因为人安怎渐渐袂记得上帝。一个袂记得稳定的社会，伊安怎愈来愈冷淡残酷。一个袂记得人民的文化。最后，干那剩安怎一直竞争？一个袂记得正义的国家，真容易惊吓、压迫、迫害。这嘛是咱的社会有真侪听台湾的学者一直咧提出转型正义的要紧。圣经不断伫遐讲，爱纪念，爱纪念，纪念出埃及，纪念受苦的人。纪念受压迫的人，纪念上帝捌如何带领，所以也因为安尼纪念，重新互人会当活过来。这对今仔日的社会、教会，拢是一个真要紧的使命。今仔日咱嘛要甲主三个同齐道，主甲咱讲，你着爱安尼行来纪念我。纪念甲耶稣基督所立迄个生命的约，纪念主的死直到伊过来，所以教会爱成做一个纪念稳定的群体，纪念上主是所爱的人。这种的纪念会互咱有力量，互咱伫苦难中间袂失去仰望，互咱伫黑暗的中间永远会通坚持公义啦。这叫做纪念。若是一个无有信息的社会，迄个社会会放弃、会腐败，因为咱的上帝、咱的救主
伊是一个信实、立约之比之爱的上帝。伊安怎？伊永远无改变。煞只咱来看第80到第90，先知安怎回顾？伊伫这段的中间咧讲起，讲伫因一切的苦难中，伊嘛当受苦。所以即句话，互咱看到，咱的上帝毋是一个冷淡的上帝，伊是甲人当受苦的上帝。咱的上帝毋是安怎徛伫一边，伫遐看你咧变啥物的上帝，毋是。真侪宗教的神明，比较亲像高高在上的存在。人若无细意去冲犯伊，伊就安怎？伊就会受气。咱的上帝毋是安尼，咱的上帝是会当互咱亲近的上帝。我过去伫庄卡牧会的时阵，隔壁厝边有一个人，伊拢会来教会看报纸啦，因为教会有订报纸，伊家己无爱订，就走来教会订，走来教会看，咱就互伊看。通过安尼，伊渐渐和我讲话较熟悉信仰。有一天，伊的老爸过身，伊就爱将老爸的身躯放伫迄个冰柜内面，放伫因兜的大厅。大厅是安怎有放神明厅？但是安怎迄个神明厅的神明安怎，拢用白布甲扎起来，白布甲扎起来。我甲问讲吼，恁老爸倒伫遮，神明他会要甲扎起来？伊讲吼，免得冲犯着神明啦，免得冲犯神明。伫迄个时阵，我心内感受，伊一生的敬拜神明。当伊过身的时阵，痛苦的时阵，伊的信仰竟然是安怎？惊冲犯着，爱将神明甲扎起来。那亲像伊的心袂当亲近人的哀伤。我会甲伊分享，伫基督教的信仰毋是安尼。我的信仰，咱的信仰伫圣经内面的记载，亲像今仔日以赛亚先知所讲的。当人民受苦的时，咱的上帝安怎甲因同在，伊也当受苦。这句话非常的要紧，因为大多数的宗教信仰拢会强调因的神是一个超越、袂通侵犯的。但是先知甲咱宣布，咱的上帝是会进入人的痛苦的中间。当人民流目屎的时阵，伊毋是伫一边伫遐看，当人民受压迫的时阵，伊毋是保持迄个距离；当人民伫旷野跋倒的时，伊是会甲因扶起来的上帝。所以，伊是一位当受苦的上帝。伫希伯来文内面有一寡对这段经文有无共款的抄写。喺古早的抄本内面有一个抄本是安尼讲。伫因一切苦难的中间，他没有怎么样袖手旁观。虽然文字无啥共，但是伊要强调一项：上帝毋是安怎徛伫边仔一看的上帝，伊是甲咱三个低地的上帝。迄个爱尔兰的学者 Katie 伊咧指出，这段经文后来成做受苦的上帝的神学重要的基础。就是进一步，互咱知影，上帝会进入人的痛苦的中间。这个真理伫新约内面达到一个高峰，因为耶稣基督毋是徛伫远远的所在来拯救咱，伊乃是道成肉体进入咱的世界。伊嘛会野，伊嘛会生，伊嘛会骄傲，伊嘛会哭。伊嘛会受侮辱，伊嘛流血，最后受钉死伫十字架顶。所以基督教的信仰上大的安慰是啥物？是当你受苦的时阵，上帝毋是徛伫远远的看你，在讲你的信仰好啊歹，毋是，伊是来到伫你的身边，甲你同行。在通讲亲像以马忤路上的门徒共款。
耶稣受钉死了后，因心灰意冷，因要去以马五的路上，耶稣出现伫因的中间。然后伫爬饼的时阵，学生目睭甲看出来，原来伊伫一路安慰阮，显示互阮看。弟兄姊妹，咱需要以马五的门徒迄个眼界，看出耶稣甲咱三个同行。上帝安怎来拯救？第9节安尼讲起，伊找伊面前的使者。即句话，互咱会当联想到出来集的故事。伫以色列伫旷野的时阵，有火条，有云条，约规行伫头前。这个使者毋是普通的天使，伊搁较接近上帝家己的临在，因为是上帝亲自的引带。有当时咱拢抓准上帝是安怎，敢若出一支喙发命令，毋是啦，咱的上帝。是一个临在的上帝，伊亲自行入人的苦难的中间，伊要请做咱的拯救。那亲像创世纪的记载，罗德受围困伫索多玛的时阵，上帝找伊的使者，将伊诱出来，救赎出来。所以咱的上帝毋是一个伫安怎看你安怎受审判。伊是带着人民的救赎，所以以赛亚先知要互咱知影，上帝毋是一位遥远伫天边的神，伊是甲咱同行的神。第9节的后半段安尼讲起，伊用伊的疼，伊的怜悯救赎因。伫古早的时日，伊甲因抱，甲因歹，这是一个非常温暖的画面，抱咧歹咧。迄个原文内面的意思，就亲像老母在抱细囝，老爸安怎排伊的囡仔同款。这两个画面，拢是互咱看到上帝的救赎，伊的慈悲。这就哪亲像《申命记》32章，上帝哪亲像鹰鸟劈开伊的翅骨，互鸟仔囝闭伫伊的翅下。这就是一种的恩典，一世人的恩典。再者，咱来看第10节，伫这第10节，迄个经文忽然间有一个真大的改变。头前迄描写上帝安怎慈爱，伊的迄世，迄描写伊安怎抱，伊安怎爱，甲伊的人民同受苦。但是第10节，迄个口气改变啊！一讲起，因竟然背叛，互伊信的神忧伤。即句话，互咱看到，毋敢若是人的软弱，人甚至会伤害迄位疼伊的上帝。特别经文安尼讲，互伊的信的神忧伤，有翻译讲，互让圣灵忧伤。咱拢知影，上帝是一个全能全知、至权的存在，但是伫遮，互咱看到，上帝毋是遥远的迄一位，伊嘛会忧伤。什么人会互上帝艰苦心？是因为伊所疼的人。保罗伫以弗所书第4章直接就用这段经文来描写。提醒迄当时的信徒讲，不要使上帝的圣灵担忧，莫互上帝的圣神担忧。这表示人甲上帝中间，迄个存在，毋是讲你行律法，迄个存在是一个立约的关系，是一个疼的关系。只有真正疼的人，你真正在乎的人，你才会安怎受伤啦。上帝在乎我们，所以会安怎？伊会忧伤。如果一个人甲你完全无关系，我想你敢若当做一个消息，还是新闻过去就过去啊。但是你若是甲伊有关系，你真正看重伊，真正疼伊，你会感受到伊
需要帮衬，需要支持。所以咱爱知影，做毋是干那讲做歹代志、讲白贼、怨妒，还是贪心。做的本质是安怎？关系的断绝。你无过拒绝互上帝来带领，拒绝互上帝伫你生命中间来做主。所以以色列人迄当时的问题，毋是上帝无够疼因，是因安怎？因无愿意来信靠上帝。假使上帝带领因出埃及，互因伫旷野中间会通有玛纳烟吞的供应，但是以色列人因是安怎？一摆搁一摆伫遐来背叛上帝。所以第10节出现一个更较震动的话，讲伊所以上主变做因的敌人，甲因作对。上帝将这个背叛的人，哪亲像甲因作对敌，甲因作对。这段的描写，若是破坏迄个立约的关系。圣经内面的上帝，伊毋是一个溺爱的神啊！上帝不溺爱，因为伊安怎？伊一定会管教。这个管教对咱来讲是真要紧的。若亲像父母看到伊的囡仔行往迄个毁灭，伊要做歹，父母敢会甲讲袂要紧，你欢喜就好。敢会安尼讲？袂啦。若会安尼讲，那不叫做爱，那叫做冷漠。同款的上帝嘛是，当咱要做负责真理、负责公义的时阵，上帝安怎？伊会管教。所以刘兄弟，咱爱知影，圣经内面上帝毋是无互人拒绝过，伊是一摆搁互人一摆一摆的拒绝，但是奇妙的是上帝安怎？伊无停止人敲找人，所以第10节伊毋是一个绝望，伊是一个提醒，提醒咱毋通互咱的心灵继续麻痹，因为咱的上帝安怎？伊会找咱，咱来回顾过去，记忆过去，重新来敲找咱的上帝。接着咱来看11节到13节。而且爱讲起人民开始安怎想起，在11节讲，迄时因才想起古早，因就是咧指人民呐，这个人民就是咧指咱呐。咱有当时失落的时阵、忧伤的时阵、痛苦的时阵，会开始怀疑上帝敢有存在，伊敢真正带领咱，还是伊已经离开无插咱？当先知咧提醒的时阵，因伫遐怎开始想起？迄时因才想起古早。因想起古早的时阵，先知伫遮帮助人民做一个找回记忆的行动。找回什么记忆？摩西红海出埃及，伫旷野阁有分条八条。为什么迄当时的人看袂起上帝？因为安怎？需要搁一遍的提醒，需要重新的、不断的记忆。所以对以色列民族来讲，对信仰的团体来讲，上重要的信仰的教育是啥物？就是记忆。对以色列人来讲，他们最强烈的记忆就是安怎？出埃及。对今仔日真侪人来讲，出埃及可能敢若是圣经的故事，但是对以色列人来讲，伊毋是普通的历史，伊是一个民族身份的根基。因过去伫埃及做奴隶，因无军队，因无权，因无地位。埃及帝国看因是一个安怎割韭菜、廉价劳工啦，因敢若伫遐受剥削、受牺牲。但是上帝安怎拢听见遮的奴隶因的哀哭，所以以色列人当因脱离巴比伦的手，伫
了后，因阁陷入伫波斯帝国的统治，所以因即时阵真需要啥物物件？敲找族群的记忆，敲找族群的记忆。因需要建立家己的民族信仰的价值。那亲像今年2月以来，咱看到全台湾各所在拢在进行啥物民主补课，有无？爱记忆，帮咱真侪人敲找伫即片土地的记忆。这个是一个真要紧的，这是一个真要紧的。前几工仔，甲几个住伫三林堡的兄弟伫遐开讲，因讲过去三林堡是安怎拢会淹水啦，大淹，大雨大淹，小雨小淹。因为古早时阵，迄个布旱敢若去台北市即边，台北县迄边的布旱嘛较低，大水来的时阵，就淹过去迄边。河边是安怎？迄当时早期的政府粪扫拢待伫淡水河边，迄个河边，若大水来的时阵，粪扫淹甲死个，臭毛毛。后来安怎？尤清咧做县长，开始安怎将迄个粪扫甲弄掉，加高堤防有无？然后苏贞昌咧做县长，继续伊所做的工。后来三林堡甲无淹水，所以因安怎？因讲阮拢会记伫遐迄当时的代志。所以啥物人会当做对人民好的代志，阮拢记条条。所以记忆真要紧，记忆真要紧。咱今仔日下晡2点有一个讲座，嘛是要帮助咱记忆。周清玉坐伫遮。今仔下晡是伊甲伊的先生姚嘉文主席，我阁请李胜雄长老，伊是义工教会长老，是美丽岛事件迄当时的辩护律师，要来甲咱做民主补课啦。互咱知影讲伫美丽岛事件的中间，台湾人要争取人权、自由，即款的价值所流牺牲的代价。咱长老教会高准明牧师嘛是迄当时因为美丽岛事件，后来去坐监牢，这拢是台湾民主化运动的中间真要紧的记忆。咱若讲到伫咱家己教会，咱今年是设到130周年，咱嘛爱敲找转来咱信仰族群的记忆。所以一礼拜六。5月30，咱牧养部门有办淡水一日游啦。这毋是干那去佚佗呢，这是要带咱转去到伫马街宣教的开始，伫北台湾的开始。所以用牧师帮咱找3个真好的这个讲师，要带领咱来敲找信仰的记忆。若是一个失去记忆的人，伊的信仰袂深啦，信仰若要深，就是安怎爱记忆。所以咱今仔日咧读圣经，这内面拢是历史，拢是咧记忆上帝安怎引带这个信仰的群体。今仔日咱已经加入这个信仰的群体啊，所以咱为什么爱去读圣经？就是要咧敲找族群的信仰记忆。因为有这个记忆，咱甲袂安怎，搁一遍陷落伫埃及极权迄款的统治内面。咱是要行上帝国，咱毋是要加入一个新的帝国，毋是。今仔日咱的信仰、归忆、记忆，就是抵抗这个邪恶，一个真要紧的困难。到第11节，圣经咧讲，当迄位将伊的子民甲因的领袖对海中带出来的迄位上帝伫倒落？人民伫遐问讲上帝伫倒落？
即款的即文，其实圣经内面嘛，互咱看真多。那亲像大卫伊的祈祷诗篇内面讲：上帝啊，你为什么离开我？你为什么暗你的面目要看我？你要到第时咧？神子啊，利米嘛流目屎，约伯嘛捌质问上帝：上帝你伫倒位？甚至连受定十字架耶稣基督嘛安尼讲：我的上帝，我的上帝，你怎样放杀我？所以一位属灵的人，伊袂安怎假做痛苦无存在。伊有痛苦，伊有存在，但是咱要知影，真正的信仰毋是假做坚强，是咱深信上帝永远无离开咱。这才是以赛亚书63章真要紧的，要互咱带咱来转来到伫上帝的面头前，来起造咱的信仰。怎只咱来看14节。14节是一个真水的画面，讲上帝的神，互伊的子民得到安息，亲像牛群落去山谷。咱的上帝亲像一个主爱的牧者，因带人进入迄个安息的中间。这就哪亲像耶稣伊向咱讲的：既然劳苦担重担的人拢来我遮，我要互恁得到安息。这就是耶稣所做，嘛是14节所互咱看到，伊带咱进入伊的安息内面。咱个想看卖这段经文，带互咱什么款的思考？我想，我互伊一个最后的一个提问啦：教会如何才做一个纪念恩典、甲纪念受苦者的群体？因为今仔日这段经文，一段带流目屎的一体的记忆，先伫咧回想上帝安怎引带以色列人民经过旷野，伊安怎施行伊的慈爱，伊安怎派伊的人民，安怎甲因讲上帝迄世伊的慈爱是啥物？但是一个民族若失去记忆的时阵，因就安怎失去判断是非的能力。若是一个社会袂记咧受苦者，迄个历史的悲伤会个安怎换一个包装，重新上架？有真侪人拢真知影即个捷克的作家米兰昆德拉伊所讲的一句话。伊讲啥？伊讲人类抵抗权力的斗争，就是安怎记忆甲放袂记的斗争，就是记忆对抗遗忘的斗争。这句话对伫咱台湾嘛是真要紧。前几天5月19，5月19是政府定做白色恐怖记忆日，迄是纪念1949年5月19，蒋介石发布戒严令，全面实施戒严。台湾的戒严有43年久，这个威权的统治，迄当时有无数的人受监控、逮捕、囚刑、枪杀、失踪等等者的。现在的统计差不多有2万几人受到政治迫害。等等这的代志，白色恐怖上大的可怕，毋是遐个枪声，是人民安怎开始失去讲话的勇气，整个的社会安怎自我审查，到伫今仔日犹原嘛会自我审查。有人在问讲，啊代志拢过遐尼久啊，他会阁需要讲？弟兄姊，出埃及的故事过遐尼久啊，敢需要讲？咱的圣经从来毋是即款态度的看待历史，圣经一再拢在要求你爱会记的，你爱会记的。出埃及爱会记得，咱伫迄当时帝国统治下底做奴才，
生命期内面，爱因会记你抗压受苦的年代。今仔日圣餐，耶稣嘛甲咱讲，恁着爱安尼行来纪念我。所以咱的信仰将来毋是对伫过去放袂记的，若是一个放袂记的人，袂记去受苦，袂记去记忆上帝恩典甲拯救的一个信仰，即款的信仰是袂久长的。所以台湾伫民主化了后，进入这个自由的时代，咱的转型正义其实嘛还袂完成。威权的上顶嘛，悠远伫公共的空间内面，这都是来挑战咱的记忆是啥物？历史的悲剧，虽然伊袂安怎完全复制啦，但是伊会安怎重新包装？历史的记忆，这对咱来讲，咱来知影。过去，咱有可能袂参与伫人民受苦的中间。以前我捌讲起，长老教会后来有发表一个道歉的声明，迄讲起伫228的时代，伫白色恐怖的时代，人民的受苦，阮无出声，因为阮无够勇敢。这嘛是对信仰来反省。因为咱的上帝毋是远远伫遐看，伊是进入人的中间，甲受苦的人三角伫地。即份的记忆，到伫耶稣圣餐的中间达到高峰啦。圣餐是啥物？有一个神学家讲，圣餐是对抗遗忘的信仰行动。耶稣甲学生讲，伫受出卖迄一暝，摕去饼甲杯。会讲起，恁爱安尼行来纪念我。耶稣是一个迄当时上帝国的运动者，伊要受掠，伊要受定死，但是恁爱继续这个圣餐来纪念我所行的。当咱咧守圣餐的时阵，这个圣餐就是安怎对抗迄个遗忘。今仔日咱的纪念，毋是要停留伫怨愤。是为着要来守护未来，嘛毋是要来煽动对立，乃是要来防止后一个受害者的出现。所以咱时常会讲啊，不要再让耶稣钉十字架，不要把耶稣再次钉十字架，就是一款的道理。因为人类对抗这个权力的争斗，是记忆甲放袂记的。这个争斗对台湾来讲，搁较是民主甲威权中间的争斗。愿咱拢会记的，会记得咱的上帝，伊是甲人同行苦路的上帝。愿主的话语成做咱的帮助甲提醒，愿圣神引带咱同心来祈祷。主，阮的上帝，感谢你，互阮通过圣经的话语来做信仰的反省。伫阮时代处境内面，搁一摆来敲找主你的恩典。愿你继续引带阮台湾行往上帝国的新国度。阮的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免。请记得，做伙用书读圣经，告别咱的信仰。我信上帝，我的妹，创造天地之产。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的囝，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十色女玛利亚出世。伫温州必然岛流来受苦，定是第4个人物。第3日对死人中国话上天打坐全地上帝大名，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奉荣教会，圣道的相通，罪赦免，肉体过活。永远的阿门。
请坐。这是咱要来举行这个信仰告别有2位兄弟因拢伫第2场礼拜来主会有2位弟兄都在国语华语礼拜第2场礼拜当中来聚会今天要加入教会我要邀请你们2人来到前面，潘建功跟郭浩然，请到台前。因为因2位拢是用这个华语为主所以我伫遮要用华语来帮助因来告别因的信仰。你们要告白你们的信仰，来加入金南教会，请你们2位在上帝跟众人的面前来回答我所问的问题。第一，你们有相信上帝成为你们的天父，耶稣基督做你们的救主，圣灵成为你们的保惠师吗？你们有没有真实的悔改你们的罪，也信靠耶稣基督救赎的功劳，使你们的罪得赦免吗？你们当倚靠上帝的恩典，尽力来服侍他，一生遵行他的真道，尽基督徒的本分。你们是否愿意如此行？宣告，会众请起立。如今你们2人已经来告白你们的信仰，我倚靠教会的头，就是主耶稣基督的名，以及台湾基督长老教会暨南小会的权柄，接纳你们成为陪衬的会员，有份主的恩典与新约的恩赐。会众请坐，会众请坐。我们请面对会众咱用拍鼓来欢迎因。咱也请小会员来握手接纳，我们请教会的小会员、牧师跟长老来握手接纳。好，我们请回座。这是咱来吟圣诗361首，请起立来吟全首，来陪伴咱的心，来甲主同坐倒。
坐。欢迎伫主的名，既然属于伊教会的陪参者，三甲来守主的圣餐。亲爱兄弟姊妹，请咱注意来听主耶稣基督对既然归往伊的人所讲恩典的话。主耶稣讲：恁既然着我担重担，着就近我，我要互恁得着安息。愿主的话成做咱的帮助。所听的兄弟姊妹，请咱注意来听主耶稣基督设立圣餐的话，就是照保罗所讲，因为我捌对主受，也捌传互恁，就是主互人卖迄暝有提饼祝谢，来擘开讲，这个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恁就行安尼来纪念我。食了后，也安尼旁边讲，这个杯是新约，伫我的血设立的，既然啉的时，就行安尼来纪念我。因为恁逐摆食这个饼、啉这个杯，是表明主的死，直到伊过来。所以这时，咱要照耶稣基督的款式，三角来感谢。我的主，我的上帝，阮现在按照你的命令摆设圣餐的宴席，是要纪念你永远的献祭，互阮谦卑恳求你圣神来圣别阮，也圣别才会摆伫你面前的饼甲杯，互阮接受者的对日神有份伫你的身躯甲保护，对伫你恩典的帮助，会通成做阮属灵的培养，也会通伫你的恩典中间来成长，来荣耀你的圣名。阮同心祈祷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免。主耶稣讲，这个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恁就行安尼来纪念我。请服侍长老来到伫台前。请咱接着饼以后，犹原安静咱的心来默祷。主耶稣讲，我就是活命的饼，就近我的人决断袂枵，信我的人永远袂喙焦，就近我的人我决断无去杀伊。主耶稣讲，这个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恁就行安尼来纪念我。
这个是基督为着恁拍破的，恁就今日来纪念伊，咱三个来领受。食了后，也咧捧杯，最后所讲，这个杯是新约，伫我的血设立的。今仔日的时，就今日来纪念我。这是请服侍长老来到台前。请咱接着杯，悠然安静，咱的心来默祷。这个杯是新约，伫耶稣基督的血所设立的。今仔日的时，就今日来纪念伊，咱三个来领受。恁逐摆食这个饼、啉这个杯，是表明主的死，直到伊过来。咱三个来感谢。
阮全心感谢无所不能的上帝，因为对伫你极大的疼痛，互阮领受你的圣餐，诚做培养阮灵魂真实的食物，搁互阮明白你欢喜阮、疼惜阮，也互阮知阮真正是圣囝奥妙身躯的一体，就是受祝福、忠实的信徒，是上帝国永远的后裔。阮的主，阮的上帝，阮谦卑恳求你，当阮搁一摆奉献阮本身予你的时，求你欢喜接纳阮，继续用慈悲帮助阮，互阮会通继续这个圣洁的交通，对打以后通荣光你的圣名。奉耶稣基督的名祈祷，阿门。这时，咱要为着下面的事项来祈祷。第一项就是恳求正神促进公义甲上帝国的新世界；第二项就是为着释教130周年教会史甲全刊的编辑；第三就是为着5月30号全教会要来到淡水马街这个宣告顺利。请咱三教出声，同心来祈祷。请陈志平主县长换咱做结束的祈祷。慈悲的天父上帝，阮感谢你的恩典，阮伫对着你的圣殿敬拜你，听你的话语。阮伫遮嘛要恳求上帝，你的圣灵亲自引带阮，互阮会用体察你的心意，明了你的话语的真理，祝福阮勇气甲智慧。去关心社会中受压迫、弱势甲壮强的人群，帮助咱伫社会生活中活出公义、公平、甲人民的上帝国的价值。互无共背景的人，拢会用伫爱中彼此的接纳，互相的扶持。上帝，我嘛要伫遮满心感谢，有劳你，感谢你伫过去130年亲自引带、保守、看顾阮的教会，阮的教会会用变做众人的祝福，见证无数生命的更新甲恩典。主啊，我要甲说到130周年教会史甲全刊的编辑的时间，完全交托伫你的手内，由你赐下智慧，来引带编辑团队每一位的同工。主爱的天父，我嘛要搁满心感谢你，求你带领阮教会伫5月30日倒火到淡水刀锋马开博士宣教的卡业，求圣灵亲自引带这个旅程，互阮伫生命中有一个美好的属灵的学习，搁会用进一步体会马开博士当年人员烧尽、无怨休怀的宣教的热情。求你把迄份爱台湾的心志，会用下伫阮每一位兄弟姊妹的心内。这一切交托甲盼望，拢是求主基督耶稣的圣名来求，阿门。
这时咱来奉献。伫咱奉献的时，请我用阮我做伙伫这个时间来报告。第一项就是请咱兄弟伫这个甲迄圣餐杯回收的时阵啊，伫离开的时，摕甲咱迄头前门口这个穿堂遐有一个回收箱好。第一项报告，感谢上帝，互咱伫圣灵降临节的这个主日，伫遮做伙食饼啉杯，领受上帝的临在，伊的医治，互咱的心的溃烂得到安慰，互咱有这个行出这个教会为伊做见证的这个福音的溃烂。伫遮过来要邀请大家伫这个会后，伫迄个中庭的所在。要来领受到上帝祝福，就是当前妈伊104岁生日，伊要来分享咱做伙食生日的鸡卵糕，欢迎大家参加。第三项就是为着设教130周年，咱教会要伫这个历史的专刊甲人物志的顶悬有出2本的这个记录，这个册，啊，搁有这个纪念品，啊，搁有这个历史的咱点练，啊，这个内面有感恩的这个礼拜爱餐，新册的发表会，种种这费用加起来拢总130万，咱敬请兄弟做伙关心大道甲奉献。第四项就是伫6月14号下晡1点半到3点的时阵，有一个咱这南教会年中的一个福音大会，要邀请大家来体验上帝的疼。主题是生命中有迄个裂缝，光才会照入来。要邀请咱的郑永文牧师来做传讲，欢迎兄弟做伙来参加。伫迄天的中昼顿有一个准备的一个午餐，请兄弟来报名参加。第5项就是书记的儿童营，要伫这个7月第2个礼拜来举行。这个举行的时间内面有欠这个童工来比餐，辅导青少年的这个童工老师已经拢有这个参加的名额。然后要参加比餐的童工，请你办公室还是我来报名。第6项就是守护台湾的祈祷会，伫每礼拜5暗时7点要举行。这礼拜要邀请邱凯丽老师来做信息的分享。伫处境分享顶悬，这个请周德旺博士来分享。分享煞要来伫立法院做这个立法院的祈祷。第7项，全教会一日游要伫5月30号拜六上午9点半，伫这个淡水这个捷运站的1号出口的所在集合，请大家兄弟做伙参加。第8项是公共论坛，伫5月24号下晡，就是今日下晡2点，要邀请到总统府执政迄嘉文兄甲这个咱较早彰化馆长青玉姐，伊要来做分享。语坛人要请李胜雄律师，是李胜雄长老。请牧师来主持，欢迎兄弟来做伙探讨这个台湾的民主。
对即个美丽岛事件的即个影响。第9项就是 TSCM， 就是台湾基督徒学生的运动，要伫7月12号甲16号伫济南教会也来举办，详细请家己看。第10项就是这个圣经学校今日的主日上课，请大家注意。再来补充报告，这个就是屏东基督教北大年之家有准备因的这个玉荷包的这个水果，要来义卖，请咱兄弟将这个共襄盛举，来为着因的经费的需要，来给因赞助。以上报告。今仔请黄清牧师来介绍甲请安。还是甲你跳过吼，请大家起立，用圣诗、奉献诗做咱的祈祷。这时来介绍咱中间的来宾。首先来介绍是对家人来迄个伫台大读册邱子谦同学来欢迎。过来介绍是冠珍的妈妈陈丽芬姊，唔知坐伫倒，我伫后壁欢迎，欢迎。过来介绍是对高雄武昌教会起来黄美贤姊妹、黄美贤在坐伫倒，不要紧。咱也甲咱的兄弟彼此请安，愿上帝施恩看顾。等下记来中庭咱要做阵来切鸡两个各位来吟圣诗，圣诗390首，无老天父万福本源，吟诗煞请黄顺心牧师祝祷，请徛开吟。愿上帝平安搬过一切人所想的到的，要伫基督耶稣保守恁的心、恁的念头。但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迄位上帝极大的疼痛，以及圣神的相通，甲恁正大家三个伫地，对即时到永世代无尽。阿免。
遐侪别岛避会，请参加中庭的地饼会，若有需要带到的兄弟，请留步。